我係黃浩光牧師，今日嘅經文係出埃及記第4章。摩西對於神嘅呼召感到相當意外，佢問咗4個問題，目的都係想推卻神嘅呼召。喺上一章我哋睇咗2個問題啦，呢一章咧就係講佢問呢個第3同埋第4個問題。第3個問題係話冇人會信佢見過耶和華。相信摩西諗起以前佢想幫2個希伯來人，但對方唔領情，唔認為摩西係佢哋嘅領袖，冇資格管佢哋嘅事。咁神嘅回應係俾佢3件神蹟。頭一件係手杖變蛇又變翻杖，第二個咧係手長咗大麻風，跟住又冇事。呢2個神蹟摩西可以即時經驗到，但第3個神蹟係尼羅河嘅水會變為血。呢個當時咧係唔可以即刻睇到，摩西就憑信心接受，日後先至可以經驗到嘅。呢3個神蹟，神都利用佢手頭上嘅嘢行出嚟。咁好似佢隻手手掌以及咧河裏邊嘅水。神咁樣做係鞏固摩西嘅信心，身邊少少嘅嘢可以彰顯神嘅大能。呢條牧羊嘅杖日後稱為神嘅杖。好似神蹟都係透過呢條杖行出嚟。點解會變為蛇呢？埃及人有啲法術可以將條蛇整直，好似手掌咁，但手掌變做蛇就冇試過。神可以將木嘅手掌變做蛇，又變翻做條杖，表示神嘅權能呢係超過以色列人平時見過或者聽過嘅經驗。至於大麻風，以色列人認為大麻風係神懲罰人嘅證據，如果能夠痊癒就證明神醫治人。而尼羅河係埃及人嘅聖河，當條河係當佢係神嘅，河水變血證明神嘅權能。神用呢啲證據嚟答覆摩西第3個問題，但摩西咧仲有第4個問題，就係佢自己冇口才，唔識講嘢。神就喺第11節咧答覆佢，話俾佢知，神唔單止係一個拯救者，亦都係一個創造者。既然佢創造人5官，做人嘅口，亦都可以俾人有口才。今日神呼召人呢侍奉佢，人好多時候都係問呢4個問題，係作為推搪嘅。第一，我係邊個？我冇乜資格侍奉神。第二咧，你係邊一個？神你係邊個？我對神咧認識膚淺。點樣侍奉神呢？第3就係人哋點會聽我講呢？點會服我呢？第4，我口才唔夠，不善辭令，唔識講嘢。我哋認為侍奉神最好揾嗰啲講得嘢嘅人、外向嘅人、信主日子內嘅人、學識好嘅人。摩西犯咗一個毛病，就係神一味以佢嘅權能做保證，但佢只係睇到自己嘅弱點。一諗到自己無德無能，就耍手擰頭，結果神就向佢發怒啦。但神有憐憫嘅，差遣佢哥哥亞倫幫佢手，結果日後證明亞倫其實幫嘅忙唔係好大，好多說話都係摩西自己講翻嘅。呢一章有一個特別嘅地方，就係24節26節講神要殺摩西，原因就係摩西要肩負重任，但佢個仔竟然冇受割禮，違反咗神跟以色列人嘅約，所以對神唔認真。根據原文嘅含義咧，其實係摩西嘅妻子西波拉作為米甸人，就阻止幫個仔行割禮。神要殺摩西，原文嘅含義就係摩西患咗重病，病到要死。西波拉呢個時候咧，先至恍然大悟，馬上幫個仔行割禮，將割咗落嚟嘅包皮丟喺摩西嘅腳前。腳前嘅意思即係可能指摩西嘅下體，使到摩西好似受咗割禮咁，神就放過佢啦。所以西波拉話佢係血狼，血狼呢個詞嘅意思唔係好清楚，大概係血嘅丈夫，即係話因為割禮流咗血咧，救翻丈夫一命。另一處經文係21節，講神使到法老嘅心剛硬，細字咧就係話任憑，即係話神任憑法老嘅心剛硬，以致佢可以彰顯更大嘅權能咧，同埋榮耀。好，我哋祈禱。神啊，我哋好似摩西咁，覺得自己冇口才，唔識傳福音，但偏偏你中意揀選我哋，因為你可以賜俾人有口才，
多謝你，奉耶穌基督嘅名祈禱，阿門。